你当是咧骗什么话啦？哪敢若有泡面的面吼？泡面？嘿啊，泡可能是安尼啦。咱迄后壁迄口罩啊，迄内心啊紧嘛。哎哟，迄偌唔孝兄，你知？一日敢毋敢走的外口，甲人拍麻将啦，伊的素食牌啊啦，厝内三顿拢无咧煮啦，伊的3、4个囡仔吼，可能伫厝里咧食泡面的款啦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好，煮好啊，紧来食。啊，煮啊？嘿啊。免啦，我拄仔都食泡面食饱啊。你搁讲别人食的，原来就是你食的。毋是啦，我毋是咧气嫌讲你煮的菜伤咸，也是安怎啦？其实吼，我拄食吼，感觉腹肚安尼叽叽咕咕吼，问一下拍开出来看吼，你都还袂煮咧。我毋知顶工吼，伫柑仔店举转来收泡面，甲泡一包落食。我想讲，真正我煮的，你咧嫌人煮歹食，才不爱食，才食泡面。袂啦，这么多进步啊，都毋是迄种人。拄则烟头还看伫听你咧看报纸，即摆人走带哈。伊哦，拄则就接到一个电话，就飘的就出去啊。敢若小咱要带朋友转来的款哦。带朋友？来，转来。过来，我等。来啦，还无外快啦，你百饼啊，嘿。水的呢？啊，真水的。袂歹吼。对啊。来遐坐。来。我，安怎样？借问咧吼，嘿，你即摆带转来，即个甲你是甚物关系？哦，这个啊，阮女朋友啊。阿君啊，我介绍者。嘿，我，这我女朋友啦，姓陈啦，做阿君啊。嘿，阿君啊，这吼就是我伫外口甲你讲过，我伟大的妈妈。你好呢，我听因大家讲吼，你毋若做小个呢，迄规阵啊拢学了你有着，佮讲吼你当选迄模范母亲几啊届呢，做伟大啊！缘投的。恁这女朋友佫古水哦，佫袂输敢若你是医生，囝我伫咧饲，伫甲学了讲我甲你请甲真成功呢。哎哟，母啊，人个吼头一遍甲你见面，讲一个好听话，你也听袂落晓。好听话。哎呀，我甲你收起。我知影你嘛，你因头讲吼，讲你为迄个装卡去啦，无厝头大吼，踮遮照大迄个贵妃小姐嘛。嘿啦，我贵妃啊啦，嘿啦。对啦，等你拄仔来吼，阮贵妃拄仔煮迄道遐青草吼，来斗阵来食。嘿啦，做阵来食啦，做阵来食啦。因头啦，袂用食啦。是安那？你毋是讲迄个贵妃小姐的手艺歹，迄菜煮了歹食，咸嘟嘟呢？而且你嘛知影我啊。哦，对，我有甲你讲过啊吼。你嘛袂用食伤咸嘛。对啊。我煞去后边。无安尼啦吼，咱出来外口西餐厅食牛排，你看要食偌大地吼，几盎司，你做你甲点遐去，吼，好无？母啊，饭菜都煮好啊吼，无你食啦吼，你食，我带女朋友出来外口食牛排，吼，你食饭啦，食饭，行。等阮来去哈。哎呦，伤寒啦！咱讲带女朋友转来，煞入去袂输敢若咧摇咖啡摇咧，出去佫要佫食牛排，这根本都毋是要甲介绍讲伊带女朋友转来嘛，这根本就是带转来你甲养的嘛。嘿妹，这缘投够过分的啦！佮带查某囡仔转来，甲我嫌讲我煮的菜偌歹食，我才毋相信我煮的菜歹食。看嘛，豆金婆啊，做阵来食嘛。我实在是袂晓啦，好啦，无我陪你食啦。你要陪我食哦？好啊。真正是袂歹食啦，我都毋相信讲吼，我袂进步。要爱先食菜，靠营养。好食，袂啊，袂歹食的。真正好食。会咸无？袂啊，拢袂咸啊，拄啊好啊，都好食啊。食菜硬起来用滚水洗洗，免讲嘛袂咸。哎呦，海丽姐嘛，海丽姐，阮女朋友啦，我来介绍，顶上人缘上介好的，做人上介成功的，海丽姐啦，海丽姐嘛，海丽姐，海丽姐你好。唔听讲我会拖铁咯。海丽姐啊，你别讲安尼，我是不爱娶尔，要娶吼，唔遮济，后壁
规头拉裤。啊，今仔日吼，带这个算上普通的啦，哦，还佫较水。有影啊？哎呦，这个人是讲袂歹啊咧，是普通的啦。你来这是要开讲还是要买物件？要开讲吼，去公园啦。就是啦，啊来干仔店当然嘛是要买物件，啊无你当作我来咧食动物园个。对，哈，你讲个啥话啊？啊，你唔当作我是动物？都对，啊你当作我某这啥大枪呀？要买啥？紧讲啊！哎，哦，太多了。哎，有影，你要啉啥？要啉啥？凊彩啊，你买啥我就啉啥。饮料吼，灌一罐仔来咧吼。干那一罐饮料，等下。20块啦。 20块，呐，嘿啦，4罐嘞。 4罐，哦，啊你若要第5罐，你嘛做一届讲，啊一届摕这1罐，啊搁来甲我讲4罐，你实在有够搞巧可人呢。啥物？你耳孔是去听咧倒去啊？我是讲4讲4罐啦，无4罐免哪啉？哎呦，可怜哦，连一句话都袂晓讲，讲袂清楚，啊搁要甲人交女朋友。啦，你的4罐啦。唔情唔愿啦。搁举一支用啊？啊你一个人买1罐，你著用1支就好啊，你要搁共加好一支哦。啊丽姐，啊丽姐嘛，你来看卖啦。你感觉店啊，若是要搁开落去吼，这款人唔通食。你甲看对人客迄款面手迄个声哨啦，你生意歹做哦。好啦好啦，搁举一支给伊啦。讨一支啊4讲尔，唔情唔愿。 啦，看你要安怎啉，看你要插倒。要安怎啉？你唔捌安尼啉过啊？我啉互你看。来，这支互你。来，你要插下去，来。安尼啉啦，知无？这个少年啊，时间就安尼落做工厂啊，哈！老爷，下晡吼，若要煮菜吼，都唔通掺醋哈。 什么？安怎？你是针，我是线，针线。奇怪，人咧练这枪针哦，是愈练功夫愈好，啊，我哪会愈练愈退步啊？你是气死！快气死！啊，但是安怎？问生办斗毋拄好哟，啊，若无一个面安尼变刷刷。 变刷刷，啊，毋是你迄个宝贝仔囝缘投的。哈，又是故意哦，是毋是搁啉甲醉茫茫，换走去干仔店甲你饲？毋是啦。啊，无是安怎？安怎？啊，毋是伊啊。哦，去干仔店的啦，带一个查某囡仔啦，讲啥物伊查某女朋友足多啦，啊，迄个只不过是上普通的一个啦。我咧看吼，伊故意带迄个查某囡仔去咧甲我嫁啦。 哎哟，这毋是要做甲你嫁啦，安尼才好啊，对无？准讲若是甲你嫁啊，这就是表示讲你熬的所在啊。因为咱若一个平平凡凡的查某囡仔哦，绝对无可能有互人会当照地来甲咱嫁。今仔日伊会来甲咱嫁，就是表示讲咱人生做真水、真高水，这就是你成功的所在啊。敢安尼？安尼无毋对啦。阿鲁啊，行好，这阮兜啦。还有一个柑仔哦，还有一个柑仔，行好哦。对哦。 无外快，几百饼尔。好。不，安那？借问咧吼，即摆搁带转来这查某囡仔，甲你是有过甚物关系？阮女朋友啊。哎呀，阿鲁啊，来，我介绍一下来。母啊，这我女朋友，姓林啦，叫做阿鲁啊。哦。 阿鲁啊，我都捌甲你讲过吼，这位就是我伟大的妈妈。阿姆你好，我听因大家讲吼，你做人足热心的，佮足小意的，全城的好人拢学到你有对的，而且佮中选着模范母亲几落届呢，你足伟大的哦。因兜的，啊，你是一人分一个录音带互因哟？母啊，你人咧表示人有礼貌啊，头一遍吼来厝的甲你见面，啊讲这好听的话，啊你也听袂落去啊。哦，好听啊！安尼我甲你收起来，我来收起来。哦，你就是迄个，免你讲。
我家己自我介绍啦，我就是迄个对庄卡内要找头路，啊无所在通住，啊来借住因兜，啊而且吼煮菜煮甲足歹吃啊，足咸的迄个贵妃啦。对对。哼！啊，你这要讲的话，拢叫伊讲，啊，我要讲啥？啊人就讲煞，你要讲啥？免讲啊啦，遐晦气。但你交这查某囡仔嘛咧古锥，大事去用抢了嘛，也毋知。嘿嘿。